現年44歲嘅香港女星林子萱已淡出娛樂圈多年，而家佢已經轉行成為瑜伽教練，生活非常之充實。林子萱嘅男友係外在都特別熟悉嘅港星谷德超，雖話兩人相差咗16歲，但感情一直穩定。近日林子萱突然間喺社群媒體上面提出問題，凍卵定係唔凍卵？林子萱發出咁嘅疑問，引發咗外界熱議。因為林子萱同谷德超早就已經達成共識，就係兩人就談戀愛唔結婚，並且一直堅持丁克不生細路。林子萱提出咁樣嘅問題，外界都喺度估緊，唔通兩人即係思想改變咗啦？甚至咧有網友表示，谷德超近年嚟身體狀況唔算特別好啊。林子萱想留言男友，對於凍卵定係唔凍卵嘅問題，林子萱本人非常糾結。喺分享嘅影片中，林子萱一面嘅煩悶，好明顯林子萱已經喺生育嘅問題上面有咗糾結，亦都有咗矛盾嘅心情啊。畢竟佢今年已經44歲，唔生小朋友就冇乜好講嘅。如果要生細路，再遲少少就真係成高齡產婦啦。而且亦都快要錯過凍卵嘅最好年齡啦。據悉，谷德超同林子萱已經戀愛超過20年嘅時間，兩人雖說話冇註冊結婚，但係早就已經形同老夫老妻啦。谷德超咧，最近幾年身體出現暴瘦嘅狀況啦，咁外界都特別擔心佢嘅健康狀況。舊年谷德超公開露面到紅館睇演唱會咧，甚至仲需要撐住拐杖，令外界倍感意外。可能就好似網友猜測嘅。谷德超嘅身體不佳，林子萱亦都諗住係咪該俾男友留後呢？對於林子萱到底該唔該凍卵，網友嘅睇法唔一致。但係而家個科技已經好發達，凍卵手術並不複雜。喺香港娛樂圈咧，其實已經有唔少女藝人咧完成咗凍卵手術啦。好似蔡卓妍、堂妹以及陳靜等人都有做凍卵手術。睇嚟林子萱竟然提出咗咁嘅問題啊！講明對於凍卵手術佢都係比較心動嘅。而家林子萱年紀都唔細啦，確實係該採取行動，唔好俾自己將來後悔啊！